咁子宮肌瘤咧就係一啲良性嘅腫瘤啦，就喺子宮肌肉嗰度生出嚟嘅。咁佢其實99.5% 以上啦都係良性嘅，但係佢有好細嘅機會係會有癌症嘅風險嘅。我哋照超聲波或者磁力共振見到有啲好擔心嘅情況或者會啦。咁呢個都係反而肌瘤會有咁嘅狀況。至於腺肌瘤咧，因為佢係子宮內膜移位嘅問題啦，咁佢就係100%良性嘅問題嚟嘅。至於話症狀方面嚟講啦，肌瘤本身咧就會令到月經多啦，同埋會令到有壓力啦，譬如話好墜啊、好脹啊，或者壓住附近嘅膀胱啊、腸啊，因而啲大小便有問題啦。月經痛都會有可能有嘅，不過佢就冇咁明顯、冇咁嚴重嘅，通常都。調翻轉腺肌瘤啦，腺肌瘤都會令到個月經多，亦都會令到附近壓到器官嘅，但係佢主要個問題咧都係在於月經痛嗰度比較嚴重啲。子宮肌瘤同子宮腺肌瘤啦，兩者其實都可以開頭可能可以用藥物嘅治療啦。咁但係如果話比較嚴重嘅，都可以考慮下做啲手術啊，或者無創嘅手術去處理嘅。